那些年，那些歌。80年代，即係我出世冇幾耐啦，其實都仲係 BB 嘅時候呢，就經常呢會睇到媽咪呢將梅艷芳妹姐啲專輯啊、啲海報啊貼喺屋企，因為梅艷芳亦都係媽咪嘅偶像，咁媽咪唱歌咁啊，所以呢，有時呢，佢會去模仿梅艷芳嘅妝嘅。所以以前呢，真係我係傻到呢，我都以為梅艷芳係我媽嚟嘅。過後先至長大，慢慢大個嘅時候先知道，哦，原來唔係呢一位係妹姐梅艷芳，而係我媽咪中意嘅歌手同埋模仿嘅歌手。咁我就開始去聽佢啲歌啦。哇，真係有好多快歌啦，包括愛將啦，哇，將冰山劈開啦，哇，呢啲全部都係一聽個 intro 咧，你就知，哇，嚟啦，有 show 睇啦，好勁啊！直至到自己去再深入啲去研究妹姐嘅歌，同埋去睇佢啲訪問咧，最影響我最大嘅其實就係妹姐對於佢好勇敢於做自己，同埋勇敢於表達自己，唔會去理世俗眼光點睇自己。我就係中意咁，我想要咁樣做。我呢一刻嘅我就係呢一個感覺，我就俾大家知。而我覺得哇，好型啊！即係點解可以咁有型嘅呢？而慢慢呢，就去將呢一份精神呢，即係學習起嚟。雖然而家都仲需要更多嘅努力去勇敢活出自己啦，但係我都要好多謝梅艷芳。咁我哋嚟聽一首妹姐嘅歌，嗱，唔係聽快歌流啊，但係呢首歌都好正嘅。此時故人來。90年代我喺度做緊啲乜嘢呢？梗係返緊學啦。咁90年代喺學校嘅時候，曾經出現過呢一首歌，而呢首歌出現嘅時候呢，唔知點解嘅，我哋成班學生就一齊唱下呢，就流眼淚，就感動到喊啦。雖然佢呢首歌佢唔係好注重於講哇朋友好朋友嘅呢個感覺，但係佢成個 melody 同埋佢成個即係氣氛呢，係令到你覺得哇，我好想要攬住身邊嘅人，我好想要大家彼此去支持住大家去珍惜呢段友情，而呢首歌就係《愛相隨》。咁喺90年代呢，其實馬來西亞出咗好多位好優秀嘅創作歌手同埋歌手啦。咁其中一組呢，我要介紹嘅，嗱，點解用一組呢？因為佢哋係兩個人嘅，冇錯啦，就係光良品君。咁光良品君呢，喺我讀書嘅呢個期間呢，其實係都影響咗我好多，因為我會覺得哇，佢哋真係好叻。因為嗰個時候可能自己都唔係聽咁多歌啦，所以就會唔知道有個 term 叫做創作歌手嘅。通常以為咧係作者啦、作曲者啦寫咗呢首歌咧，再交俾歌手唱。而原來歌手自己可以寫俾自己唱嘅，而令到我知道呢一個 term 嘅咧就係光良品君啦。咁有一首歌咧，我非常非常中意嘅，同埋我覺得呢首歌咧，佢哋唱出嚟同埋成隻歌係非常之有溫度嘅，送俾你哋。掌心。